大家好，今晚出面台会要讨论嘅主题係采矿，俩就係礦礦了後嘅產條，俩大部係新主人嘅關係錢，關係最早同日本書就開始礦採俩嘅石灰石礦類做風木乃，所以從按用礦採嘅分家到當地基本嚟講係動情嘅現象。香港鄉親朋友看到俩嘅玉山石礦啊，其實到民國92年秋天採嘅。該當時嘅政策背景係因為西半部地區都市經發展，人口也漸來漸多，所以唔適合嗰種按用嘅長途開發，所以規則風木乃產業就東西到發展。香港嘅行業體顯現了哦，到底倆新主人係咪會重新嗰類採礦嘅？倆新主人政府係攞重用嘅礦務區新強嘅工業開發嘅用地面積總共有18萬公頃，也就係講唔係單搶鄉親朋友所看到從倆嘅產條為礦礦田，係有其他很卡多嘅產條為開始礦礦。到底你係而家好消息麼？對當地嚟講係產生嘅就業機會帶來很加好嘅發展，係透過礦礦本身所有嘅痛苦記憶又重新轉嚟嘅。出面大會基本係邀請到大家嚟到呢個來賓朋友，共下關心、請教討論兩個議題。開會了！好，歡迎大家到嚟到呢共下關心兩項議題哦。今邊為大家邀請到嘅來賓有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的名譽理事長蔡水。主持人好，大家好。歡迎。聽會來賓紹介係新竹冉義然就貢獻就義然。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提上來賓呢係提供公民基金會嘅研究義然潘正正。小七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提示會呢係帶到呢關係兩個基民大哥羅金輝羅大哥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觀眾好。歡迎見到來吼，來到呢強下來討論到底兩個關係採礦案佢係乜嘅情形。香港大家知哦，到前2年之前8月26日下哦，兩個關係採礦案將3案變做2案了後，第一版入到兩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嘅時間，有抗議嘅團體、環保團體代表，還有帶到呢關係金三里嘅居民，佢哋都送到台北到行政人民條前來抗議，認為講兩個亞洲水那樣到兩個開法案顯現風類查案，其實係事有蹊蹺嘅哦。修改特權礦業法，修改特權礦業法。礦場巡控嘅金山里同玉山里嘅居民，所講礦場範圍離不開無300公頃。喺今年礦場停採了後，社區人數將開始做1999年，自無禁止礦場各大礦將向到自然環境同觀光資源，去到行政院凸顯親情。我哋金山里今年還沒有導覽，還有蝙蝠洞，還有該樹橋窩、該溪流溯溪，我哋都忙出來進行。所以佢你下一個採礦會東讓向東我哋今年來發展，而且會幾十年以後未強用做個禮拜。同下晝審查嘅是開發單位拿出模型推出解說，顯明係有準備。新竹縣政府關係進公所將採礦暫時復採，但是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唔但將批評亞洲區內都做呢個審查之前，技術性切案係權力濫用。還講雖然羅慶公、羅慶仁兩案加起來了後無到50公頃，實在唔是做呢個寬頻，但是還係注重要做呢個嘅實際審查。規避環評的方式來操作，權力的行使在民法上裡面也有禁止權力的濫用。那我覺得這個案子已經到達權力濫用的地步，所以我個人來這裡，我沒有要進入實質的審查，我只是覺得這樣子的案子在我們現在環保署的態度呢，其實就是應該要讓它進入2階，才有辦法讓我們的環評制度未來繼續的有照公性。資深護育不佳，我們承認過去做得不好，早期。這些礦呢，它的做法是整個礦開採完才來慢慢滋生。那麼我們現在的做法不一樣，我們是每開採1層，馬上刻土，馬上滋生。那這樣的話，滋生的效果會好非常的多。研究局環評委員講，新嘅資料同之前嘅版本，單項生態調查結果有動態嘅增差，也是往擺內容唔確實。
姊妹经过3点半钟的讨论，连接对附近居民有空天降向的可能性，还有对保育类统计会有显明无好的影响，建议做应该宽频实际审查。咱小讨论，你都看到俩种土哦，就系俩白关系采矿其实一家体力为之土哦。看到俩片呢，系罗庆讲，佢总共的开发现场嘅面积有18.9公顷哦，减用20公顷嘛吼。罗庆因俩片呢用27.9公顷，所以通盘加起来冇超过50公顷，按个范围系46。佢看呢，本单啊，那个亚洲水呢，佢系3个岸呢向下送到，那个空无桥的现场咧开矿嘅亚洲水呢系到俩片。基督先锋起效了哈，真正我想可以先请教嘛，3个开采案，这个亚洲水泥本来中间这一块有26公顷，它撤掉，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其实这3个案子是在去年的时候，分别在4月、6月还有11月的时候送进环评的。是。那其实当初一开始的时候，3个案子加起来的总面积大概是87公顷。那等到最后一案罗庆江在11月送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前面2个案子已经有第1次初审过了，所以他们有分别调降一些面积，所以第1次3个案子在环评会到期的时候，它的总面积大概是81公顷。那81公顷的矿场切割成3个案子来送，那当然开发方的说法是说啊，因为土地所有人不一样，然后他们矿权申请人不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这是3个不同的开发案。如果说是3案一起申请啊，我们看到这亚泥、罗庆江、罗庆仁这2兄弟，3个案子是81.57公顷，这个面积算是很大的。那如果送到环评大会，它是会相对要严格，还是既然它面积这么大，就要提高戒备？根据环评法施行细则的规定的话，它这样，你新开采的矿的面积超过50公顷的时候，从去年开始，根据我们的那个环评的施行细则，它是应该要直接进入2阶环评的。那2阶环评会怎么样吗？2阶环评它是一个比较严谨的环评程序。我们现在的环评大部分就是分为1阶跟2阶嘛。1阶照理来说，它是一个初步的审查，就是来判断这个案子，它如果是很明确的，是大家可以接受，而且对社会有需要的一个案子，那它当然就在1阶就会让它通过了。所以环团现在比较质疑是说，你3案本来是一起送审，然后中间撤了一个亚泥案来缩小面积，是因为怕这个开发案，他们怕进到2阶环评，是这样吗？他们不是怕进到2阶环评，他们撤案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整个专案小组已经做成，他们3案必须要并审。根据环评法15条，也就是我们整个环评的立法精神，它其实在乎的并不是说你的开发案每一个的后面的开发行为人是谁，重点是在于说你在环境的影响，对你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对这个环境的影响。谢谢你的说明，蔡理事长。进到2阶环评之后，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吗？那其实他们各自的组成是不一样的，个别的利益也不一样。那么就环评，它法令规定当然可以要求合并审查，这是一件事。那进入2阶这个权利是在审查委员会，假如他决定要进2阶，就可以进2阶。是看到这张地理位置图，虽然说他们开发的代表人是不一样，是罗家2兄弟，不过的位置其实是同一个集水区，同一个3块啦，哈，所以它的范围是一样。其实我们会很想要问一个问题：现在的采矿业还跟40-50年前台湾的那种传统采矿业的工法是一样的吗？技术上有相当大的改变。我们先讲爆破好了。爆破现在用的都是磁化雷管，那么它的效果很好，但是呢，它不容易造成灰石。假如有覆盖，就不会有灰石。那么更重要的是直升这个部分。过去的采矿都是采完才直升，现在都是采完每1阶就开始直升。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排水的部分。水的部分呢，现在都被要求，因为水保都已经现在的要求是要做自动沉沙池嘛。你所有的集水区的水都要经过排水系统进入自动沉沙池，然后才有放流口来放流。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如果水都进自动沉沙池才出去的话，
这个水会很干净。所以你说，在这个开矿的手法上有比较细致的，因为现在法规也很周全。所以如果照现在来讲，我们的关西它过去采矿历史很长哦，都将近有80年这么久。那现在要重新再复矿，过去的这些工法，以这边来讲，你们每次开采哦，面积就是以2公顷为限，然后慢慢的用新式炸药、用磁发雷管这样一层一层做，每开完一阶就做富裕。所以你们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关西这一块地区来采矿的话，其实它对环境的伤害度是低的。确实这样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空拍图呢，就是在关西这个茂河山还有赤科山这一带哦，就是过去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石灰石的开采的历史。那停矿也已经有10多年了。看到它目前现在在2016年最新的状况，就是看到这个在山顶上，它当时用这样子阶梯式的开采，还是维持在整个山头都是裸露的哈。那你看到从这个茂河山往下，这些金山、景山里的居民，距离的这个居民的聚落跟开矿的场址其实位置很近。那看到这些山头裸露的一片的黄土，理事长，这算是有富裕吗？这个有直升富裕，但是这个做的不够理想。我们来看啦，其实台湾的，就以这个矿来讲，我们跟其他国家来比啊，我们在比较才有好或不好嘛。其实我们做的，算可以。所以这个山头裸露被削去一半是算可以的。采矿的部分是一定会削去的，因为采矿就叫采矿石嘛。那这个直升是做的不足的，所以这是不好的范例。好，谢谢你。那老台公应该请问哦，挑高度做唔好，你下从上讲，机会做到很较好啊，为了你都未相信，未有信心么呢？听种个冇可能的事情啦，你啊就了种个土来看有啊哈，那你啊那一种还新的来看嘛哈。这种土，黑的，民国80几年，还没90年。底下还一个阶梯的啊。好。你看啦，敲木阶梯的。都变树的了什么不没有？因为基那个地质了的有啊哈，它是一个风化岩呐。你敲木的楼梯有短的呀。楼梯短的有啊哈，差不多5米嘛。你看，敲木很多呀。那所以这些直升富裕没可能的事情呢。现在比较要讨论的一个是说，这开矿的场址跟聚落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接近，然后它产生的影响风险又有多大？你都看到，其实你还受到争议，系老勤讲了解位啊吼，去顺道就树敲木该挡背，了片墙门哦，了树敲木该起落了片有单音么呢？有30-40户有安多？有30-40户。这条该气力就几冲几燃？当提100块费的时间有啊哈，其实只有100多公尺的。所以这个山上到山下人住的地方，这个位置不到100公尺。那如果像要开矿要炸山的时候，有听到声音，都听得到。所以该撒条蹦出来的时间。敲木啊，其那个动体的研究啊哈，当地居民在那附近的田园工作哈，他们到11点半左右一定要跑。一定要跑。冇走有啊哈，10公里哪小农地。其实，树开我给种人来讲，做甘蔗也都敲木离个矿区，距离矿区真的是很近。开炸的时候那种影响，你不是说大石头、小石头，它有时候小石头的话，有时候橘子都可以砸烂掉。那你想想，一个人的头怎么可以呢？怎么承受得了？所以，大到该山下该见面，譬如降重落雪时节，会受到了该炸散、该威胁嘛。无论是石头，也系阵痛，也系见到安台上，其实对采地居民来讲，也系起到动降安心的吼。好，你咧实际看一下好无？了大台开矿，了该崩散，系嘛该清晰。你上可能系讲你这个武下大到该顺条，你该感受有系嘛该。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要炸山开矿取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瞬间引燃就爆炸了呢哈，所以它这样整个摊方的面积是按用下来，所以从多台工艺讲到，你上系田时当，你躺到按用上，都实际该现冲，佢背出了个石条，还有佢重新个那个威撼的震撼力，都总体居民来讲。居民来讲，今天我们来讲，他们这个矿区开采有没有开炸这一部分有没有哈，是没办法去预料。你说你科技在进步。他说的延迟炸药，民国是在亚洲水泥矿区的话，是在89年左右，80年初就开始使用了。你80年初在使用的时候，
你在90年初的时候，你石头还经常飞下去啊。所以你说那个工程再怎么进化，其实很多的风险无法管控。其实到过去的资料以前的这个玉山矿场过去开采的年限很长嘛哈，那时候是每天要早上炸一次，下午炸一次，像楼台购工各蹦散些台高滚压贼哇。那现在他提出来这个开矿的计划书，在未来每天都要开炸一次。那你想想看，如果是住不到100公尺的聚落，每天都在炸嘣嘣嘣，噪音扰动还有飞时的风险，对当地居民来讲，他们不是在外面工作，他们是落地生根，在当地的聚落种植水果、种植作物来务农为生的改。了到农民朋友，记得是不是感受很马改？因为也对团俩采题向亲朋友记得给欣赏。自小那个矿场的排水就会经过我们那个土地上面，所以那条河经常终年都是黄的，然后大概的鱼虾都死光光了。防海外头佢一开炸，木全部震动，将外头全部改贴皮木，全部裂这样啊，你睇不流水。石头、泥沙把这个河床都变高啊，变高，我们那个水一来就冲过我们的田园啦，整个就刮掉了。这个煮啊，我肥个这个来煮菜哦。降死的啊！哎呀，咱们降来了，就是要紧叫呢。俺俩要操控，本地流水啊，流下来是下大雨渗水啊，不但是渗来是比较好把下听。个木头哦，按盆个来下饭。就做炸山咖时节，甲木裂动容易。慢年人就处理木啊，像那填包了的木都按容易，本是大香蕉，慢年处理寄送机啊。你阿头原本就困了几十年，用水温，我自个想办法吧。我自个打仗，然后我去山上头，记住不管唔就出来，唔自个想办法啦。如果罗家能够恢复开矿，就可以提供地方居民就业的机会，我表示支持。我希望说这个矿区能够复采，它业者能够做好，就是它的生态还有水保。有人赞成了哈，不过大部分人反对，是透过长期一对都按用运修，按用个痛苦老养用。其实哈，在92年这个玉山矿场停矿之后，好不容易稍微平静了一点，恢复了10几年，慢慢一些生态要开始出来。那这些村民、农民朋友们，他一回想到当时过去忍受的那一些种种的噩梦，如果因为这个开矿又要再死灰复燃，好像全部都要重来一遍，给都冻僵哎，毅然。刚刚我想听到非常多乡亲的声音哈，就是他们真的实际是住在那旁边的。那对于当地居民的影响，其实我觉得新竹县政府哈，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必须担负一些监督的责任。那事实上，其实在送这个3个案子前呢，在民国102年哈，其实矿务局其实就已经有发文问我们新竹县政府说，那这个我们要开矿的这个地方周边到底有没有人在居住？按照我们矿业法的规定，其实我们都有设计一个表格，是要去调查，是要去调查的哈。那调查的结果呢？我在这个是公文嘛，我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很公开的让大家来看了哈。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讲，我看到的公文其实就是我们调查的结果。甚至有一个地方哈，针对周边有没有居民这件事情是空白的。空白的。刚刚罗大哥说，至少30-40户就在这里啊。对，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我们新竹县政府也都很清楚知道，那周边其实是有居民在居住的。是，那你也看到县政府的结果，这中里面是空白的。对，所以我觉得在县府在保护跟守护我们新竹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当然也要负起一些相对的责任。是，议员谢谢。那郑正，到底居民的知情权在这件事情上被放在哪里？难道居民不需要知道离家不到100公尺或300公尺之内的地方要炸山开矿，他们不需要知道吗？
全台湾现在大概有254个矿区，然后其中大概有195个有矿场，也就是说它是实际有开采或就是开采中的矿场，有行为的。对，但是从环评这一方面来讲好了，这195个矿场里面，曾经进入环评审查过的只有28个，咦，才14%。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说，我们在这个矿业权核定，或者是说后面的矿业用地核定的这2个程序里面，其实是完全没有当地居民参与的空间的。你矿权划下去的时候，不但当地居民不会知道，你甚至连私有土地的所有权人都不会知道。你要到矿业用地核定阶段，也就是说，像罗大哥他们的这种状况是。因为他要进环评了，然后因为环评有规定这些公民参与的程序，那所以他们才借由这个途径知道说，原来矿场在我家后面200公尺就要开了。所以他们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进到环评，甚至进到2阶环评，让开放更多的公民意见参与进来的时候的那一道把关。否则，在过去的矿业法其实没有特别规定说这个民情的收集要被纳进来考量。是的，那既然所以了解关系界采矿案，大家是希望做得入到环评台会界。议界团队好好的审查，对防止安样嘅情况发生，也系你哋所希望做到的嘛。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进入2阶环评的时候，开发方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要讲得非常清楚。是。那可是过去1年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环评的制度上，让开发方可能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希望能够尽快，这个我能理解。好，这个在开发方的角度上面我能理解。可是其实环评的最重要的精神其实是要该查清楚的还是要查清楚，该查清楚的要查清楚。那我要提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这个矿场跟亚洲水泥是有关系的话，那我们进入到2阶环评之后，我们才能够进行范畴的界定啊。好，就是我们要界定说，那这个环境影响评估的范围应该究竟在哪里？所以你认为将来可能会造成污染，不只是开采区，制造水泥生产的地方，我不晓得所有乡亲的那个想法会是什么了。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住在一个水泥厂旁边，好，那我们过去30-40年前的水泥厂可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环评这样子的东西存在，所以它其实就是可能申请合法了、立案了，它就可以直接的生产。可是现在的这个国家的制度，因为有了这个东西，那我们究竟要不要让亚洲水泥周边的民众，如果这个开发案是跟亚洲水泥有关系的话，那他可能要提供他生产的原料，那周边的民众应不应该是被环境审查评估里头的范围之内？所以范畴界定要界定到我们横山这里来了，甚至像这个荧幕上面所提到的疏矿的缆车，那疏矿的缆车它可能也会造成这个沿线的居民，可能也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会有一些压力怕它掉下来。事实上，其实在过去的时候，芒山的流浪其实峡谷是天当掉下来。对，好其实这个我们其实都有曾经发生过的。那所以这个在范畴的界定上，我们不认为这个开发案只是单纯的是在我们罗大哥这个或者是树桥窝聚落这一边可能所造成的影响，沿线的缆车，还有横山亚泥厂周边的居民，其实都应该要受到这个法律的保障。那让他们周边的民众都能够清楚的知道，那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开发案要进行了，那我们能不能去表达或关切我们的立场？那这个我希望这个开发方当然就是开大门走大路，这个是最理想的状况。是。真有意见要补充？那其实像横山厂，它在过去的这几年间，它是持续，亚泥因为它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矿权延续的比较久。它92年、99年各有一个矿权才到期，所以它的水泥厂确实营运的也比较久。但是在过去就是99年到现在这一段期间之内，它其实是非常低度运转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其实主要只是在维持它那些证照的有效性，所以你重点会觉得你也担心这些水泥厂、这些陈旧的设备、这些工厂，其实他们的污染不会比开采现场低，绝对不会。因为大家知道水泥业它除了高耗能、高耗水，最主要就是高污染。为什么？因为它要高温烧结，它会排出非常多的温室气体，而且还有氮氧化物。氮氧化物还有臭氧的前驱物，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 PM2.5，或者是说这些敏感的致病的病原，它可能除了心血管疾病，甚至可能引发老人痴呆症。是，议员。当然，我们的水泥产业其实在最近10几年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改变了哈。但尤其是在我们在处理相关的事业废弃物，其实我们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其实是可以去查查看。其实亚洲水泥除了制造水泥这样子的是一间这样子的公司之外，其实它在营业登记上面其实也有在处理其他的废弃物哦，一起烧一起处理。因为我们都知道水泥它其实就是一个1400度高温的一个过程，所以一并拿来烧垃圾。但它其实就有它其实是现在事实上其实就正在台湾发生的。我们举宜兰的例子哈，宜兰例子就是在水泥厂周边的民众，大概他们每天都会闻到那种酸酸的哈，然后一股你如果长久待在那边的话，其实都会让你非常不舒服的味道。那原因是因为有很多我们科学园区的氟化钙的污泥哈，其实就是送到水泥厂去做处理。但我要强调这件事情是合法的，好，只要亚洲水泥他们去做这样子的登记，向经济部去登记，他们可以愿意处理这件事情的话，那他们其实就可以跟科技厂，然后把污泥载到水泥厂里头去做这样子所谓的环保水泥。但是合法，但是你担心吗？哦，当然担心啊，所以我才会希望说这个案子。我们应该要考虑的不仅仅只是在山上的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我们应该要考虑的其实是可能周边在亚洲水泥周边的民众，他们的权益应该也要被顾及。开发面积可以小，可以说在50公顷之内，可是它的影响面积、它的影响深度又到哪里？这一点是不是应该用科学化的方式来好好的认证一下？该蔡理事长，我们这样思考，采矿真的都不好吗？水泥厂真的不好吗？假如它是不好的话，那么全世界几乎多数的国家，几乎全部的国家，都有采矿业跟水泥业。那为什么不好，他们就会存在呢？其实任何一个事情啊，产业的发展啊，它一定有利也有弊。举个例子，以关西这个采矿来讲，它有很多人支持啊，包括了县政府支持，政工所支持，当地有很多的居民是支持的。当然也有反对的，那么这就是一个事情的发展嘛。是，那他们提出来反对的点，在开发单位来讲的话，是可以去避免到这样污染的伤害性，或者是提高它的环境安全性的吗？技术上都可以做到，都可以做到，只是要得到大家的信任。我举个例子，你看呐，这是日本，我带人去日本看的。是，这个呢，采砂石呢，旁边就是住家了。也是像这样近的距离。距离才10公尺而已啊！而且在大马路旁边。你再看这个也是日本的，这个日本的呢是山坡地采石灰石一样采石灰石，那么没有做的比台湾好。像这个是美国的采金矿的，也没有做的比台湾好。是，所以台湾的现在做的就是采矿的技术。或是说直升的技术相对成熟，那你刚刚绝对不输其他国家。刚刚看到影片当中，好多农民没有感觉到这个技术是比其他国家成熟的，他们的担心受怕就跃然于镜头上啊。技术是一定可以做到，没问题的。那另一个系统是管理的系统。所以管理要跟着上来。采矿的时候的管理，现场管理是很重要的。那你认为过去可能做得不够好？不足。不足。但是我讲的过去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大概是15年以前呢，是不好的。15年到现在来讲是越来越好，渐入佳境。那以现在的技术来讲，我们跟日本、跟美国、跟加拿大，我们跟南非来比，我们相对是好的。是，谢谢理事长。又有居民反对，又有居民崭新吼，还系又崭新那个封面，因为协会下等下来谈吼，都采提系希望那个矿工业做在带来提供嘅那个发展。好，我大家高中到出面台会嘅讨论现场，那个风魔那年嘛，到台湾也有那个算系基础工业之一啦，所以也有动冲桥嘅发展历史，还看到呢新竹嘅关系哦，佢系西半部提起重要嘅矿工嘅气味，所以也有动冲安嘅历史，提供嘅产业发展，还有居民嘅生活，其实呢跳过系落几嘅关系动起嘛。但你也来谈一下好冇？cái提供啊，对那个矿工业个重新转到西半部提起，佢哋个机器就系讲展现想法系乜嘅？因为你要开采石灰石啊，用平面运输的话，影响的更大，哈拉胎，所以我们一定要保留这个缆车，让平面道路比较不会受到影响。这个是我们坚持这个用这种方式去做的一个方式啊。那靠近那边的
苏特活的那边的，主要是我们大概有遭距300-400公尺，绝对我们以现在的环保、环评、矿产安全、炸药跟噪音的问题来讲，我们是做到最小零工安。那进公所乐观其成，我也没有反对的意见。当然，我希望呢，不管安排做嘛，我们我哋进公所一天要做好监督嘅工作。所有包含水的监督，包含环境人的安全的监督，包含污染的监督。地方的这个产业的发展跟这个环保上面的这个议题的这个兼顾啦。那当然在环保局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特别在环保上面呢不管它在开采或者是后端的这个营运跟后面的这一个护育呢，我们对于环境上面的这一个保护是我们环保局的职责。进到2阶环评，至少大家可以让赞成的民众可以了解，除了工作机会以外，你要想想看，它这样在扩大那么大的一个开发，而且目前只有40，未来可能还更大。那这样的开发到底对你们的环境有什么影响？对你们的生命安全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让他们有知道更多的东西之后再去做他们的决定，对他们来讲至少是个好的方向。那对反对的民众来说，如果藉由做2阶环评，能够提出更好的预防对策，然后去防范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对他们来说，至少他们可以相对的安心一点。听好，刚才蔡理事长讲哦，这个水泥工业在每个国家它都是必要存在的哦。虽然它也是普遍公认高污染、高耗源、高耗能的这样一个产业，所以我们就要想说，其实为什么要挖石灰石做水泥？就是有需求嘛，哈。但是这个需求的水位到哪里？我们需要多少的量？然后呢，这个开采出来有没有实际的去运用？那它产生的效益又是回归到哪里？所以我们想知道说，有必要挖水泥，但是是为了什么样的必要？挖了多少的量？那我们来看到哈，其实作为水泥业，在每个国家来讲，普遍来讲，它都是属于传统内需型的工业，最好都是自产自销，因为它也不耐运输、不耐久放，而且卖出去的成本是不合这个环境成本效益的。所以原则上各个国家都是自己生产自己做。那我们看到现在台湾水泥自己生产的够不够用呢？非常够用。我们看到这样子统计历年来的数据，从98年开始哦，我们台湾1年的这个水泥生产量大概都是落到刚刚蔡理事长有1800万吨，慢慢的下降，现在大概都1300到1500之间。我们看到98年的时候生产了1500多万吨，那我们也注意到红色的这一条哦，是它的这个水泥生产出来的外销量卖出去给其他的国家，看到98年卖出去的将近1半，所以说我们开采了10的水泥卖出去给其他国家卖了5，表示说我们很够用，所以挖的非常多，卖得出去。那我就要请教一下郑正，这种水泥的外销量是正常的现象吗？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量在2009年就是50，其实那一年的外销，精准的来说是51.58%哦，就是它其实真的很夸张，已经你45度就是52了，对。然后那一年之后，经济部他们说，好像真的有点我们生产过剩了。哦，生产过剩。对，而且其实这几年根据我们一些跟就是一些业者的接触，他们其实在讲水泥业有时候为了防止崩盘，他们甚至有些生产完卖不出去了，他们除了说有的会直接销毁，那其他外销之外，那还有一直都有一些库存量。那既然生产过剩，为什么西部已经停矿这么多年，现在又要死灰复燃，要再开矿？是哪里产生的需求啊？西部其实当初在那个水泥产业东移的时候，划了12个陆续划了12个石灰石矿业保留区，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划了11个，后来再加1个，都是新竹的。对，然后在这个之后，其实我们的水泥几乎都是由东部在供应。那这样子的，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说这个就是一个公平的政策了。但是西部的水泥到底有没有必要去重新复采？这个绝对是需要一个上位的国家整体的政策下去重新做检讨，才能够判断。谢谢郑正理事长。真正觉得这个量，我们开采量是不是都已经生产过剩了？还有必要维持再追高这个量，甚至到西部这个已经人口稠密、都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地方再来开矿？台湾的水泥
去年104年，生产的量是1340万吨。是。那这个1340万吨里面呢，有319万吨呢，是外销去国外。也就是说，出口的量占了23.8%，您讲的24差不多，下降到1/3以下了哦，有下降。可是，我们也进口水泥。那么，既然出口水泥，为什么还要进口水泥呢？因为台湾有一些特殊水泥是没有生产的。哦。那我们进口的水泥有多少呢？有139万吨。除了这个以外呢，台湾也从国外买石灰石进来。向哪个国家买呢？越南跟日本。日本都卖石灰石哦。我们买的石灰石是做什么呢？就是做水泥用的。我们买的大概去年买的463万吨哦，463万吨的。所以有买是因为国内生产不够，没有错。所以跟真正讲的生产过剩是不一样的状况。石灰石不够，所以进口了463万吨。如果把463万吨再加上139万，那是水泥哦。用这样加的话，我们进口是602万吨，然后我们出口水泥是319万吨。哦，其实我们进口的还比出口的多。调节供销的手段嘞，真正。其实我要澄清一点，我想石灰石跟水泥的那个量，都应该要分开看的。这绝对不是同一个东西。所以不能直接说两个加起来，所以是600多万吨，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没错，我们西部的一些石灰石，一些水泥厂，它因为从东部运原料过来，有时候相对来说还比从海外进口还相对便宜。所以他们会是为了市场需求在考量，成本利益考量。所以他们用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方式，然后他们去就是从国外进口石灰石进来生产水泥。那像亚泥衡山厂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嘛。但是我们进口石灰石进来，然后生产出来的水泥是我们要用的吗？不是，然后它是出口出去了。所以我们是第二制造地哦。对，我们这其实就跟我们有时候在讲说，为什么台湾有些就是像台塑的石油啊，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原料，然后把它精炼之后，炼成石油之后，经过处理之后，结果7、8成都是外销。所以你觉得回归到结构，还是应该要精算那个真正的需求量，还是最好就是在地生产、在地使用就好？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说，我们从外面引了原料进来，然后把生产好了，把污染都留在这里，可是再把原料给送出去，这个理由到底在哪里？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说，就是我们的销售，我们国内水泥的售价跟我们出口的水泥售价之间的不成比例。我们就只要看最后去年的就好了。我们销售的水泥，国内销售每公吨是2254元。可是我们销售到国外是1613元。哇，好便宜，卖出去反而便宜。是的。所以把我们的口土挖血挖肉，你们觉得是贱卖？他卖我们自己人卖比较贵，然后呢，贱卖到国外去。再加上它生产是用了高度的环境成本，是大家共同承受的。它其实等于说是你不但说是你这些，因为大家知道水泥厂它确实是一个资本密集的产业。你到最后你让一些特定的财团才能够去支撑的这些水泥厂，把我们的公共资源私有化之外，而且它是用卖国内比较贵的价格去补贴它卖给国内比较贵的价格去补贴它，所以你那个算盘怎么算都觉得其实是亏待了我们的环境成本，绝对是的。谢谢郑正，好像潘会长有要补充。水泥啊，它是一种在台湾来讲，它是一种调节。我们呢有出口，我们也有进口。比如说我们从日本也有进口嘛，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来看，无论是水泥业或采矿业。就回到说，它为什么需要存在？会存在，要回到来看这个事情，而且全世界都存在。为什么呢？会存在，你生产，可是你卖出去用很便宜的价格。事实上，这几年我在玩股票的人知道，水泥业的那个行业，它的总利润、总营业额都是下降，所以它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其实好像都维持在低档。所以现在要讨论的一个点就是说，有必要这样子挖血挖肉，然后在这个调节的手段上，这样不断的卖出去。我来回答这个事情。第一个，我们进口的都比还出口的多。第一点。那假如进口
你出口多，我们说那这个我们这边加工，那制造台湾的污染，然后呢卖出去。如果这个理论是成立的话，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我们的原物料呢，每进口1000吨的话，我们才出口8吨而已。如果刚才那个说法成立的话，台湾就死定了。我要问一下周议员，就是说，那现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国内有一定的需求量，让它在市场上跟国际之间的调节，为了全球伦理，你总不能说我只要买别人国家的水泥，自己不生产，所以这是一种搭配的手段。只是我们国家在对东部开矿到西部开矿的这一个过程，其实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比较细致的想法？西半部简单的说，已经好不容易安静了10几年。现在又要再回来，它是除了地方政府欢迎的产业，地方居民有欢迎吗？我的理解是因为县市政府要，好，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许多可能地方上面的父母官哈，可能有顾及到我们有这样子就业的需求，或者是在地方在地方上面的发展，那就是由个别的地方政府来提出。那如果你有提出。那我再发给你，我刚刚说的矿务局就发给你一个，那你现在县市政府就去做调查，你调查一下跟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矿务局这次核可新竹县可以开矿的面积有400多公顷呢。是，对，那个其实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自己主动的。哦，要了400多公顷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这个东西，那县长的说法就是可能就是供我们的劳工。我们需要这些就业机会。那罗家两兄弟的这个不到50公顷的这个开发案，如果核可，它会不会变成是西部的第一例？那它也不过50公顷哦，那还有400公顷、350多公顷等着要被开发吗？是这个，就是在保留区的解禁上面，其实我们的法律状态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个别的，其实所以亚洲水泥他们自己的矿场，可能在这一次的环评里头，它可能撤案了。可是它并没有限制它说它未来不能够再提啊。是，那你刚刚议员说你研究这个东移政策也很多年，其实当时西部因为矿源的浩劫、都市发展、人口稠密等等因素，所以才把这个水泥产业移到东半部人荒稀少的地方去发展。以前20几年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到这20年后就没有存在了吗？是，所以我才说，包含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案子要进行环评的时候，我第一个疑问是，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做一个类似政策环评的东西哈？就是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的西部的矿场重新开采吗？那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应该要拿出来公开讨论，说那这个究竟对于我们整体国家，像刚刚理事长提到的，我们可能国家真的有需要，我们真的有在进出口上面这个需要有调节。好，这个我觉得这些资讯其实都应该要在一个制度下来做讨论。该老大国其实了20啷年内的发展哦，关系提起大家都讲创秀志向啊吼，大家都安乐县啊，是都当聪明，该生活环境也当好。我地头该关系像系玉山啊、金山，确实就做了个水土保持局记到个啥去引草啊，也系讲农村再生吼。然后最近安多年内也天天在做公共发展，要做得阿蛮好。做菜地见面对上，你都有你下生活个缝隙，你都有上个改变么？我们金山里那一个地区来讲，有没有哈？以前可以说是水泥业开采到我们受的伤害都非常非常的大。包括刚刚在影片中看到那些还没有复原的山头，或者是农民的果园被泥土覆盖过的等等这些难忘的痛苦记忆。那种痛苦有没有哈？事实上，在当地居民是最痛恨的，你知道？最痛恨。你看他们的河道，从政府单位。或者说公家单位各方面说要去协助他们，只是空口白话，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以前矿场里面对待他们那些受灾那些居民，你知道吗？可以说是一种很压霸。上位者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一个舍市场就是我们最大的痛。哪个时候会滑下来不知道。它已经就滚滚的在那边了哈。对，有30几公顷多啊。对啊。所以我们不想变成小林村第2，而且现在极端气候的话，你哪个时候变成小林村第2不知道。我们旁边的土地土石流的问题有没有，都已经慢慢在展现，已经慢慢在动啦。所以你如果再开闸再去动它，那它会不会跑？谁敢保证？不敢。其实小英总统都送因了后，也提出所谓嘅浪漫推3线哦，就讲到因土著苗提起，了村同嘅合作，因为产业无落体咧，人口外流，了老后生因个迁侪咧，意思个系什么个产业呢？
伊是该系亏空业嘛，就系讲枫木奶业系嘛该喏？你来看一下，咱个继续来讨论。台站前方接送到康宁道重庆奥多拜休上一个，由北到南串联台办市铺位台上线，路马计划由板对板起，故所接送所有去重庆奥多拜的人，好去一条路线。因为它的路蛮宽的，然后路面都整修的蛮整齐的，所以说对我们重机的车友来讲，都是算是一个能够跟重机培养感情的一个好地点。南外串联桃园福建同新竹关系的罗马公路，每几道好去重庆奥多拜人员会去的路线。罗马公路有10000线路，全长超过30公里，其实伫北部是一定有名的骑士人才的路线。它沿途其实就是上上下下的啦，还蛮折磨人的意志的。如果你觉得体力不够的话，会觉得比较辛苦。第一次骑罗马公路，想说没骑过，骑看。沿途风景还不错啊，不过还蛮累的。故所见到为礼拜2日，台三线新竹关系亚节同罗马公路交叉的所在，就可能都行到其中地亚了。差不多9點，人到10點的時間吼，特別多來咧，台中多來，苗栗多來咧，原來最多。而家最主要係去羅馬公路啊，因為羅馬公路吼個風景同一樣嘅。看到有人就有實力合作，同樣未係好奇重慶奧多拜嘅路頭家，就地亞可以咖啡店。今日認證案呢，認識的很多好奇重慶奧多拜的朋友。這個是一個集合的地方啊，因為車友都會，因為前面有一小塊空地，啊，摩托車也比較好停，大家都集合一下，然後會往下一個點去吃中飯。看到一台又一台的重慶奧多拜停到路上，就將係實現的重慶奧多拜展覽。羅馬公路同台三線，未認證有一條好奇重慶奧多拜同私人產嘅日始終地亞，有限卡東面地嘅，未帶動嘅財地嘅有限觀光發展。你下個市區發展哦，小英總統也講咧吼，為唔會嗰意是工業啊，應該從土開發來帶動地方嘅發展。都講你也強調講，有村民講，其實你開礦產業從跳過強用做得準咧，佢對地方也有發展，有就業機會。不過係講你個開發案通過，也就是15年，所以他們有工作機會也是15年。那15年這個開採權到期之後，接下來要怎麼辦呢？作為一個礦區或者是一個開礦的產業，它的永續性到底在哪裡？這個理事長其實有一些意見可以分享。台灣的基隆、大武崙那個地方以前是採細砂礦，他採完這個土地做什麼呢？蓋房子，也有蓋工廠，台灣也有。那麼比較好的情形是要做土地的2次利用規劃。我們所謂的2次利用規劃，你可以說我直升造林、恢復造林也可以，這也是2次利用。是。那麼你也可能規劃作為休閒農場，或是作為其他的使用也可以。所以其實礦場作為一個如果歷史遺跡，它如果走不一樣的生態發展或者是特殊的休閒性，其實到了那個地步，可以跟地方居民算是可以手牽手，大家會比較有好感，而且良好互動的一種結合。那個並不困難。我們看，壽山那一帶啊，過去開採以後呢，現在呢那個都設步道嘛，當地的人啊都是手牽手去那邊散步的。那麼，假如以這個新竹這個地方，我們講這個地方好了，它的土地2次利用的話，採完以後做好適當的規劃，那個地點還蠻不錯的。干易燃應用可能這個其實就是選擇上面的問題。而且你覺得這是有產業競爭力的？這個是有我們峨眉的東方美人茶非常有產業競爭力啊。對，那個其實就是我們能不能去做一個這樣子的轉換跟包裝。那這種想法，在過去可能亞洲水泥沒有辦法生產，或者是礦場沒有辦法生產開礦的時候，地方民眾其實也必須要去尋找出路，而他們尋找的出路就是回到過去在水泥在礦業之前的生產模式。那我們希望未來這個相對可以永續性的、具有永續有序性的這種產業，能夠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事實上，這次羅家要開採的那個區塊，以前關西的羅家過去就是種茶發跡的嘛，哈。礦區透過紅茶倆都有啊，哈，是啊。講倆現在的新思維的話，紅茶我們要繼續嘛，不應該再開礦嘛。可是我們在地的農業來講，有沒有？你是不是一個轉型？
一个是无毒，或者有机这一方面，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来，才是一个根本啊。你不能说，我去采矿，我采完矿之后15年过后，又跑了。我以前是在亚泥里面上过班，哈，上过班，在上班的阶段来讲有没有哈？有很多一种破坏，到了后你会舍不得看到。不愿意再看到那些被不愿意看到开发破坏的地方，尤其是它矿区内，所以开发业者的话一直讲说它矿区内的事情，你没有讲到矿区外的事情。你矿区外这些居民、这些土地被你们破坏怎么样？说实在一点，他们只字不提啊。有一些资料来讲有没有哈？你不采矿，我们这些我不开榨，我们这些地都不会动。我们这些地哈，真的都不会动。那些墙石路面都炸歪了是吗？不是，这就是他们的损失上，他们开榨之后震动有没有？造成，因为我们的地质都很不稳定嘛。你不开榨，我就维持这样。你开榨下去之后有没有？我们就出了一些问题。是，所以那种人口外流或缺乏就业机会，真的你觉得不是单依靠采矿业就能够把关西的年轻子弟叫回来的？绝对不可能。你应该要发展一些，如果以农业关系是农业的话，我们应该要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些农业发展来去做，好，比较有可长可久经营之可能的那种产业。对，感谢罗台沟。最后的时间，我也要请教郑正，那你觉得站在这样时间点上，新总统上任，对于整个台湾未来的布局，会是有一个需要更通盘考量的？那比较欣慰的是说，其实今年我们的新政府上台之后，其实环保署已经有承诺，他们会去要求。就是请经济部来进行这个矿业的政策环评。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未来在国土计划的持续的各地的参与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不管是在矿业，或者是说因为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旧矿，它其实是一直没有被妥善富裕，然后变成很多土石流料源的。它大家好像关系就差不多，那些废矿渣料。罗庆江旁边的那条树桥波溪，就是水保局公告的土石流浅式溪流啊。对，矿商就在那边了。是的，所以其实像这一些地方，是不是能够借由我们国土计划、这个国土富裕促进地区的划设，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手段，去促进这个地方的富裕，然后也把这地方的居民能够从他们过去的这些伤痛，还有持续的担惊害怕中给拯救出来。不止先不要开矿，反而是要更好好整理跟维护过去造成的伤痕。其实这都是需要政府从一个比较高的视角去进行的一件事。好，今日非常感谢，包括历史中还有艺人，大家都强下来关心两张议题哦。讨论就到这，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下次再会。